95，各位就可以想象啦。后边迄995，唔知到当时才会当拢视线地完成。咱有迄个名通看无？有啦，咱佛性也袂死啊，拢看会到啦。所以要修正。所以这个迦叶问啊，这个基斯那城有那个屠宰业那个人就是在杀生的人。那么佛祭啊，那个祭就是受祭啊。佛祭世人啊，由于发心当于此界千佛世中，在1000位这个能够偏盘的啊在这个千佛世中，为什么呢？把这个记录这么高的程度，速成无上正真之道。